来看婚礼的消息，这个婚礼土库镇这几年来新移民是愈来愈多，为了方便将熟悉各国文化。土库校区相款，明仔载要办国际生活节，用台湾在地特色的民俗表演，结合外国的美食甲音乐的演出，要大家感受出国的气氛。土库镇这几年来真侪新住民，为着大家拢来了解各国的特色文化，土库作区上款伫咧10月29到30举办国际生活节。有空来那个土库庙口前面的这个活动你们就可以试玩各种各样的桌游，跟听到我们的一些舞曲跟歌曲。这摆活动唔有各国的新住民特色词啊，嘛有真侪种表演的活动，含好食料理，邀请大家做伙来感受外国风情。那会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呢，就是因为我们土库现在已经有很多新住民包含我们有越南的新住民，有法国的，有德国的非常多的新住民来到我们土库定居。希望透过国际生活节，会当让大家更加熟悉各国的文化，嘛有新住民会当互相交流，做伙伫咧台湾一个土地快乐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